就是它有很多的舌片，所以在这个制作的时候，这是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复簧。它复簧的话，它就有音阶，那有音阶的时候，它的声音的表现，这个就会更丰富。这是我们泰雅族的猎人笛，讲猎人笛是比较中性，那讲它原本的它的精神、它的功能，它是国手笛，就是泰雅族的猎人勇士会去征战的时候呢，猎到敌人的棘手的时候呢，他会帮他吹奏安魂曲，那使用的工具就是这个猎人笛，所以这个平常不会吹奏。再看其他的照片。好，那我再介绍其他民族的这个口簧琴，这个是如果没有记错是缅甸的口簧琴，它是拨奏的，拨奏也是用竹子的那个材料下去做，那他们做的也很精细，非常的精细，这是内面，这是外面，这个颜色色泽都很讲究。好，再来，这也是一样，拨奏式的口簧琴。好，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民族，应该是越南还是哪里的口簧琴？它重点是在这里，这是它的口簧琴，它是一体成型的，它也是拨奏式的，声音非常的洪亮，非常的好奏，不像泰雅族，只奏半天呢，那声音还出不来。我们看这底下，近距离来拍照，它这个做的很好。那这是我们泰雅族的口簧琴，这个单簧，好，这刚刚有介绍了单簧，好，那各式泰雅族的口簧琴，这个是竹簧，这是单簧，单簧，好，那这个是口簧琴，这是日本的，日本的那个冲绳那边的少数民族，它这个是铜簧，也是一样，可以吹奏出那个声音出来，也很特别，比较低沉。那这也是日本那个就是冲绳那边的原住民，他们的口簧琴。再来看这个。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这个，就是拍子了哈。那拍子的话，因为是对象是小朋友，所以你在取材的时候呢，不能用太重的这个太硬的木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手会受伤。因为可能他一站就至少要15分钟，练习的时候甚至要到1个钟头，所以他会累，然后也会这个手腕会受伤，有的人教小朋友甚至到3年级就会开始教，他这个动作也是如果是很重的话，他手会受伤的原因就是考量，所以我们在选材的时候尽量用轻的材质，像杉木，那相对了就是说，如果你取这个比较质地比较软的这个木材的话，它就容易断裂，这是它的缺点。好，那在制作的时候呢，要前置作业很多，然后就是要去选材啦，然后要去到那个锯材所那边去爆平啦，把它爆得比较光滑。然后呢，接下来你就是要设计你的图案是什么，是圆的、方的，我们学校都有各式的那个拍子，这个是比较近期在做的这个做完之后呢，还要用电锯下去切割，好，它的形状雏形出来了，再来，好，这是试做完毕的那这边有大小之分，那像这样比较小的话，比较适用于就是小主管，当然大主管也可以那再来这个一看就比较大，它是用大主管，但是各位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它不能太大，它板子不能太大，为什么？板子太大的时候，它一次可能会敲到2个竹子，它就会变成那个声音就会散掉了，所以要刚刚好，不要太大，可以超过一点点是不能太大，不能到2格的那个范围这么大。那做的造型也有是方形的那做完的一些成品。那各位刚刚有看到几回到前面一张，在前面一张。这个你看到，就是不是只有木头本身，当然木头它可以下去敲竹子，可是呢，它变成硬碰硬的情况下呢，
它声音就非常的刺耳。那会大声，但是很刺耳了哈。所以要怎么样改善这个声音的这个比较朴实的这个声音出来，就是加一个电子。那我们也可以借此啊，就是资源回收哈。就是如果说用掉不要的这个电子啊，地垫呢，我们就拿来下去做解。那其实这个你在做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方法的时候，你做出来会很不好看。但是你会使用机器啊，你用的那个方法步骤对的话，你做出来的这个东西会很美观。那你可以用厚的话，它会吸音，它声音比较沉。你可以用稍微薄的电子，它反射出来的声音就会比较快，会比较亮。它有一些那个就是不一样的这个特色。所以目前的话，我们比较喜欢用厚的声音，比较厚、比较厚的电子下来去抢走。那这之间的结合的话，各位猜一下会用什么来？强力胶是，它是用这个双面胶排容易脱落，最好是用什么？泡棉胶的那个粘贴力很强。那待会我们就开始有兴趣的，那我们就来试做。刚刚白老师他花了3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个雏形就已经做出来，他拿机具他拿砂轮机非常的强那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操作个30秒那如果没有兴趣的话，就在旁边看观赏或者是拍照。那请给我们鼓励那我们这次为了要配合我们小朋友这个很会断裂动不动就裂掉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再做。所以我们做的这一批就是给小朋友用。好，那我们就以上就做简单介绍。好，那各位有没有问题要发问？敲起来多大声？敲起来是吗？大概就是我们它可以传导的声音，一定要敲那个才会有声音。哪里？敲这个东西。但怎样子发出声音是？就是用那个它不是有那个软垫吗？软垫我们不是有那个主管琴吗？敲在它的就是那个瓶口处，它声音是很特别。那我们木琴的话，声音比较清亮，声音比较高。那我们主管琴敲出来的声音比较低沉，所以刚好一高一低，好像就是小孩子跟老人家的那个声音，它就是很平衡，很特别的这个声音。好，各位还有疑问吗？那各位如果说像你们在做那个定格动画的素材，需要到这边去拍照的也可以拍几张，特别是我们尤其是我帮我做1、2张侧面的。